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節目，又係 Joseph 心理諮詢室嘅時間啦。嗱，今集咧 Joseph 就會同大家又講一啲咧相當具爭議性嘅話題，就係喺精神醫學界或者我哋嘅情緒身心健康界別裏邊啦，一啲非常之常見嘅迷思，甚至乎係謬誤。今日咧 Joseph 都同大家咧係一一解拆，當中我揀咗5個啊係最多人關心，亦都係咧喺坊間當中咧好多人誤解嘅一啲重點，希望同大家咧講下。嗱，不過講呢5個重點嘅時候，最重要都係一點嘅啫，希望大家可以多角度、多維度去思考，唔好以為咧出路就只得一條。特別咧就係已經食緊好多精神科藥物嘅朋友，食極咧都好似冇改善，越嚟越覺得絕望，越嚟越覺得咧自己係冇得救。嗱，如果你都係咁諗嘅話咧，呢一條片咧可能就會幫到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啦。開始之前咧，都簡單介紹一下啦。呢條頻道咧主要係關於心理學啦、精神健康，甚至乎咧係人生一啲困擾啊，同埋一啲人生嘅議題啦，都會同大家咧係一一探討噶。咁如果大家都中意呢方面嘅內容咧，歡迎大家咧係訂閱，仲有最緊要係撳翻個鈴鐺，否則嘅話咧有新片啦，你都未必知道噶啦。咁當然好歡迎大家留言啦，同埋記得要撳翻個 like 啦。最後咧都呼籲一下，如果大家咧都喜歡呢個主題或者中意 Joseph 嘅話咧，歡迎大家多多資助，多多支持，可以 scan 翻呢個 QR code 支持頻道嘅營運噶。好啦，咁首先咧都多謝咗大家，我哋亦都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今日嘅主題。今日呢條片咧，我就會同大家講5個主題嘅。呢5個主題咧都可以話咧係幾多人會誤解，或者好多朋友咧都好想知道噶。嗱，第一個主題啦就係關於多巴胺。嗱，唔知講起多巴胺嘅時候，大家會諗起啲乜嘢？我諗10個有8個朋友啊都會答我多巴胺應該就係令到我開心啦，係咪啊？或者有啲會精準少少會講咧，就多巴胺就會刺激我哋嘅慾望，做啲開心自己中意做嘅嘢，冇咗啊就抑鬱噶啦咁。嗱，多巴胺究竟係咪真係好東西呢？如果根據頭先嘅描述咧，其實咧多巴胺都好似幾好喎。嗱，不過恰恰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其實原來好多嘅精神科藥物咧，唔單止唔係幫我哋咧，係強化多巴胺令我哋開心啲、舒服啲噶。其實反而咧係壓抑我哋嘅多巴胺噶噃。點解會咁嘅呢？究竟咩一回事呢？Joseph喺第一個點咧就想同大家講解下啦。嗱，事實上咧喺精神醫學上面咧，多巴胺經常都視為咧係問題嘅來源噶，所以好多藥物咧都專門用嚟咧係抑制佢。例如思覺失調，即係我哋以前叫嘅精神分裂症啦嚇，醫生咧都經常用一種嘅藥物，就係呢隻啦，同埋呢一隻啦，係去阻斷咧多巴胺 D2 受體，減少幻覺同埋妄想噶。又或者更加常見嘅強迫症 OCD 啊，當中都會用到呢一隻啊嚇，香港嘅朋友都會稱之為 Q 仔啊，好似有啲鎮靜嘅作用咁啦。同埋呢一隻藥物咧作為輔助，非常之常見，但係原來佢哋都係用嚟壓抑多巴胺，去緩解咧強迫嘅行為噶。嗱，甚至乎再常見啲嘅病症，即係焦慮症、廣泛焦慮障礙啊 （GAD） 當中咧，都會用一定劑量嘅所謂 Q 仔，係去幫助治療一啲嘅症狀。嗱，呢個時候大家可能心裏邊已經產生第一個疑問：多巴胺唔係令到我有慾望，好想做好多嘢，令我會開心啲咩？但原來我有咗呢啲病之後，醫生所處方嘅藥物咧，係為咗要抑壓我嗰啲諗多咗啊、幻想啊，或者個腦成日轉得太犀利，移開咗一啲嘅藥物去幫我壓抑翻我諗嘢嘅慾望，咁結果我可能真係唔會諗啲唔開心嘅嘢、衰嘢或者多餘嘅嘢啦，但係同時我做其他嘅事情嘅慾望都會減低，人生嘅樂趣亦都會減少，就轉化成為變咗乜嘢啊？變咗抑鬱喎。嗱，呢一個咁樣嘅循環或者矛盾啦，大家諗真啲，其實係咪都真係出現緊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邊呢？嗱，呢度咧都講翻少少歷史，其實喺1970年代啦，有啲學者已經提出咧呢個多巴胺嘅假說噶啦，當時已經發表咗一啲嘅論文，認為咧思覺失調啊就用多巴胺咧係有關。好啦，去到好多年之後啦，都近年啦，其實都唔係好耐之前，2017年啊，呢個 Reddy 呢位學者啦，亦都做咗好多嘅研究啦，就指出咧呢啲精神病啊藥物啊嚇，頭先我講嗰堆啦，喺治療呢個強迫症當中咧，又有效率達到30% 以上喎，好似好勁啊，但係係講緊30% 以上就已經係好有效噶啦嚇。咁再補充少少歷史嘅依據啦嚇，2009年 FDA 即係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亦都批准咗咧用呢隻
Q 仔啦，就擺喺呢個廣泛焦慮症嗰度啊。嗱，顯示咧壓抑多巴胺喺焦慮上面咧，其實個應用咧都係近年嚟咧變得廣泛嘅。嗱，大家咧聽完之後咧，係咪覺得有啲矛盾咧？到底我應該要增加多巴胺令自己快樂啲，多啲慾望，做多啲開心嘅事，定係壓抑多巴胺令我唔好諗咁多嘢，唔好諗咁多餘咧？嗱，呢樣嘢咧 Joseph 係俾唔到個答案你。不過頭先所講嘅亦都係現時喺精神醫學界上面嘅事實。大家只要翻開自己嘅藥袋，望下嗰啲藥物嘅名稱，再試下查下呢啲藥物同多巴胺之間嘅關係，你就會知道原來呢啲藥物全部都係幫你壓抑、壓抑再壓抑噶啦。咁到底喺實際生活上面幫唔幫到大家？食完之後有冇個人輕鬆咗或者開心咗呢？大家不妨喺留言區話俾我知啦。嗱，頭先第一點咧，我哋發現原來好多精神病啊，所謂咧都原來同多巴胺係有關，甚至乎我哋覺得係太多，我哋要壓抑下佢添。嗱，當中咧有其中一隻病症咧就最重要，就係思覺失調啦。基本上咧，普遍醫學界都認為咧係同多巴胺有關噶啦。好啦，咁但係大家會發現，最近咧有一啲嘅研究就說明，原來咧呢個所謂嘅思覺失調咧，又唔係話成個腦都有太多嘅多巴胺噶噃。原來咧係同某啲腦區佢可能多巴胺太多，而某啲腦區佢可能多巴胺太少咧，係相關噶。例如啦，紋狀體呢個部位啊，多巴胺太多就導致幻覺啦。跟住有啲腦區，例如前額葉呢個咁理智嘅部位，Joseph成日都講叫做大腦 CEO 啊嘛，好似老闆咁啊嘛。呢個部位嘅多巴胺又唔夠，影響咗佢嘅理性思維、動機同埋注意力噶。好啦，咁但係大家發現一個矛盾又出現啦，就係藥物咧係唔會識得智能地走去你某個腦區裏邊生效噶，所以你食咗呢啲壓抑多巴胺嘅藥物之後呢，其實呢係成個人成個腦都會受影響，唔係淨係嗰個多巴胺不足嗰個紋狀體先至會走嚟呢係去壓抑佢噶嘛。咁嗱，其實呢好多研究已經說明噶，例如2009年呢，學者啦就指出思覺失調呢係腦區嘅失衡，而唔係成個腦都有問題。2005年呢位學者亦都做咗啲嘅研究去做一個掃描，發現我哋成日食嗰隻抗精神病嘅藥物啊，阻斷呢個多巴胺嘅 D2 受體嘅時候呢，係影響成個腦部，而唔係好似啲標靶藥物咁樣識得自己走去進行某方面嘅修復同埋調節噶。嗱，其實呢一個論點啦，呢一個 point 咧，都係想同大家講，嗱，藥物咧就未聰明得到咁交關嘅，藥物咧亦都有佢嘅限制，所以我哋唔可以完全相信佢。嗱，我哋唔係話啲藥冇用啊，有病當然要食藥啦，但係我哋唔好因為咧食咗藥都未有效嘅時候咧，就感到絕望，或者覺得呢個病咧係永遠都冇得醫。只要我哋細心諗下，原來唔能夠完全有效都好合理㗎，都好合邏輯㗎，使乜咁緊張呢？咁我哋就會有多分動力去尋找其他嘅方法去處理自己嘅精神健康問題㗎啦。第三個常見嘅謬誤啦，就係好多人咧都會認為，其實所謂嘅精神病、抑鬱症、焦慮症等等啦，都係大腦嘅化學不平衡所導致噶。到底呢種說法係100% 嘅事實，定係誇大咗嘅神話呢？嗱，過去醫學界咧都長期咧，或者可以唯一咁樣咧，係去認為咧呢啲精神病必然係同個大腦有關啦。但係其實咧呢個都係1960年代嘅時候咧所興起嘅理論啦，去到近年咧都已經越嚟越咧係被豐富。例如2023年啦 Candler 嘅系統回顧裏邊咧都說明啦，精神疾病係一個多因果嘅模型，而唔係單一嘅化學問題，涉及到遺傳啦、環境啦、心理因素啦、社會啦等等各樣嘢結合而成噶。而 Joseph 亦都成日強調啦，我哋都唔否認可能個大腦真係會有一啲嘅病變，但係呢啲病變都可以源自於之前可能嘅一啲身心健康嘅問題，甚至乎心理上影響咗我哋身體有變化。我諗大家都唔會否認情緒係會影響身體啦，係咪啊？有陣時我哋會影響我哋嘅腸道啦、胃部啦或者係肌肉啦，甚至乎皮膚都會呈現出我哋壓力過大嘅時候嘅一啲症狀啊。咁所以化學不平衡係導致精神健康問題嘅唯一
嘅根源呢種說法呢，其實早已經站唔住腳。如果你仍然都仲認為啊，我嘅抑鬱症、我嘅焦慮症、我嘅思覺失調症呢，係只有唯一必須通過藥物先能夠解決嘅話呢，其實呢個都可能係一個呢好大嘅限制嚟噶。嗱，我哋喺第三點嘅時候咧，就提過咧呢個所謂腦內咧呢個神經遞質不平衡嘅問題啦。咁第四點我就想講啦，假設我哋咧都真係咧係存在住某程度上大腦某啲嘅神經遞質唔平衡，例如血清素、多巴胺嗰啲咁啦。咁我哋食藥係咪真係能夠咧係平衡翻個大腦呢？嗱，好多人咧都有咁樣嘅一句說話噶，就係呢隻藥啊會幫你調整翻個大腦嘅血清素啊，或者呢隻藥啊會幫你平衡翻你嗰啲血清素、多巴胺咯。咁調整同埋平衡呢個字咧都好觸動 Joseph 嘅神經噶。試下諗下，邏輯地諗下，一隻藥點解會識得自動去調整同平衡嘅呢？真正平衡嘅唔係粒藥啊嘛，係醫生，係人，係我哋自己啊嘛。舉個例啦，你食咗一粒藥去增加呢個血壓或者減血壓，其實都首先要決定咗我哋血壓高定係血壓低，於是乎先至要去食啲藥去所謂嘅調整啊，唔係粒藥自己識得調整嘅喎，係我哋去增加或者減少佢噶。嗱，2010年咧，美國精神醫學會咧就有報告承認化學不平衡呢個理論呢係過於簡化，藥物咧係唔會自動識得去平衡大腦嘅所謂神經遞質，係由人去決定噶。2015年咧，亦都有一啲批評性嘅研究就指出 SSRI 呢啲嘅藥物，即係大家經常都提及嘅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啦，係能夠改變血清素嘅水平嘅啫。但係長期服用咧都有機會導致適應性嘅反彈，例如咧係耐藥性噶。嗱，呢一個論點咧係令我哋去反思翻，藥物係唔會有人工智能識得去知道你高定係低，佢只係幫你調高或者係壓抑嘅啫。所以最終調整嗰個咧係人。咁如果嗰個人係邊個人呢？咁當然大家可能聯想到咧就係個醫生啦。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教藥嘅過程啊。醫生咧見你呢隻藥食咗之後冇乜效果，自然就會加重藥力或者幫你換過另一隻藥啦。咁但係醫生係點知呢隻藥嘅效果好唔好嘅呢？其實完全咧係依賴病人嘅說法㗎。咁但係病人嘅說法咧，多數喺睇醫生嘅時候咧，都係傾向負面，同埋咧係諗起啲唔好嘅嘢嘅，唔會同醫生講我好翻啊，我琴日好開心啊，我琴日咧慶祝生日啊，呢啲嘢咧都幾罕見地會喺呢一個精神科醫生病房裏邊咧聽到病人去講噶。嗱，而且咧病人每一日都會發生唔同嘅事情啦。到底啊佢嗰輪特別唔開心，或者個病情冇進展，係因為佢真係發生咗好多唔如意嘅事，或者佢內心嘅事情根本係未解決，所以咧就根本冇效果，定係隻藥根本真係影響唔到佢個身體呢？嗱，其實醫生咧都好難探究噶，所以所謂嘅調整咧，其實係咪真係想象中咁強咁有效呢？藥物又唔識得調整，醫生聽完咗支嘢之後，又未必真係咁準確，所以最終咧都要靠我哋自己對自己有充分嘅了解，同埋精準咁樣話俾醫生聽噶。好啦，嚟到第五點，第五個謬誤啦，亦都係 Joseph 喺之前嘅影片都提及過嘅，就係血清素低係咪會導致抑鬱症？嗱，當然呢個論點再帶出一個更重要嘅思考，就係如果血清素低係真係導致抑鬱症，咁嗰啲調整血清素嘅藥物就應該有機會係有效，甚至乎應該係好有效。咁點解咁多抑鬱症嘅病人食咗血清素，似乎個效力都唔係咁好呢？好啦，呢度就要說明啦。嗱，其實咧喺好多年之前咧，的確咧係認為咧血清素係導致抑鬱症嘅根本原因之一嘅。咁但係其實喺近年好多嘅科學研究已經說明咗呢個血清素假說咧唔係唔啱㗎吓，不過係過度簡化。抑鬱症涉及到基因，涉及到壓力，涉及到你身體裏邊嘅炎症，仲有你嘅大腦可塑性。嗱，大腦可塑性嘅意思係講緊你諗啲乜嘢，然後令到個神經元慣性地走向某一啲嘅傾向，或者某一啲嘅諗法啦，或者係我哋所指嘅心理因素啦，等等，全部都有機會咧係會導致抑鬱症噶。
嗱，而2022年咧就已經係發表過一個非常之震撼嘅報告，由英國嘅精神科醫師啦 Joanna 啦喺呢個英國倫敦大學嗰度咧係發表咗，全球都有好多嘅報道，包括香港嘅報紙都有賣噶啦，已經講咗係原來啊咁多幾十年前，差唔多60年以嚟啊，都冇強烈嘅證據係證明咧抑鬱症係由血清素不足所引致。嗱，唔係話一定唔係啊，只不過係冇科學證據證明係咁解嘅啫。咁但係你會問下，咁多年，咁點解我要食呢啲即係所謂嘅 SSRI 調整血清素嘅藥物去改善抑鬱症嘅？咁係因為藥廠相信咗呢樣嘢，於是乎藥廠就開發咗呢一隻藥物啦。咁而當然啦，好多人食咗之後呢，又真係覺得個抑鬱症狀好似好咗喎。咁點解會咁㗎？咁你會知道，當然啦，喺藥廠嘅報告裏邊亦都説明咗㗎，唔係 Joseph 講嘅，係有安慰劑嘅效應。安慰劑嘅效應意思係咩啊？就係俾粒糖你食，就話俾你聽呢啲藥食咗會好嘅咧。咁好多當中有40%嘅病人啦，都真係信嘅。然後佢個精神健康狀態真係好咗，於是報告出嚟咧，就發現咧原來食糖都可以醫療到抑鬱症嘅，呢個我哋叫做安慰劑效應啦。咁説明咧就藥物啦，就唔係100%咧係咁有效，或者叫做咧對100%所有抑鬱症嘅病人咧都係有用嘅。嗱，呢一個案例咧都相當之出名噶啦，大家咧都可以喺上面去揾到啦。嗱，以上5個喺精神健康界嘅一啲迷思，或者甚至乎係出現嘅一啲矛盾，Joseph 今日咧就一次過咧係同大家説明晒，希望幫助大家咧唔係唔好信藥物，唔係唔好去睇醫生，而係我哋食緊藥睇緊醫生嘅同時咧，都要諗下其實會唔會仲有更加多嘅因素導致自己精神健康係出問題。假如而家你食緊藥，但又好似唔係好有效，食咗10幾年啦，都冇咩幫助嘅話呢，可能係咪有啲嘅領域我哋未碰觸，或者我哋未曾經嘗試去改善？我哋將所有嘅精神健康責任擺晒粒藥度，其實對自己個風險都係相當之高噶。好啦，最後咧都講翻句說話，未必係人人啱聽。始終精神健康咧都係我哋自己嘅責任，我哋唔可以假手於醫生或者一粒藥物，亦都唔好完全相信任何一個嘅理論或者說法。尋找更加多嘅出路咧，對自己必然係有好處噶。好啦，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係有用，亦都可以幫到好多人咧破解佢哋嘅迷思嘅話呢，歡迎大家呢係分享啦。當然最緊要呢就 like 翻，同埋喺留言區呢係話俾我知你點睇呢5個點呢。當然支持 Joseph 嘅，唔好忘記可以 scan 翻呢個 QR code 噶。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